讲到空内风台将对台东电力嘛造成新光电甲中滨乡损失惨重，在第三渔港拢总60只船电器损伤。另外，即马是搁拄好是新光电屠宰间的采收季，这农民尚无损失有到8成。台东县中滨渔港伫风台过了后，港内拢是水流茶。更较害是渔港内底有35只船无去啊！渔民走去外港海沙堡一个看，至少有20只竹排啊，规个塔做一伙，拢是去互即个风台大影加出去渔港的。新光电的小港渔港，伫空热风台电落的时阵，就有几只渔船沉去。找伊渔民叫吊车来甲沉去的渔船吊起来。即个风台台东县初步估计，就有超过60只渔船受损。不过渔民要申请旧渔船收购补助的法条，还阁伫咧立法院审查。官府讲，去年咱属开关港伫风台的期间，嘛有80多只渔船沉去，到大拢无法度申请补助。所以我们今天会很快的赶快速报到农业部呢来军书来请中央呢来协助我们来帮忙我们的复健。破了17级风的小选台风席卷兰屿哦。那去年到现在，其实刚刚我们所提船筏报废以及收购等等这些问题，到现在1年了，其实都还没有进展。即马拄好是新光电特产屠宰场采收的季节，不过风台扫过了后，拢袂去看。两公顷外的果子园有8成拢去互风扫掉去，因为屠宰场一年修成一改，农民的损失是真正大。成功的集成种植面积原有40公顷啊，依目前来看哦，损失已达7、8成。即个风台内台东县的损失是真严重，绿岛的灾情嘛一个一个走出来。温泉村还阁伫咧停电，台电当咧修理。官府讲，即个空热风台造成台东县的损失，目前也无法度估计，还阁爱各乡镇市详细调查，再阁向中央来申请救助。记者综合报道。